个舞蹈的元素，再加上呢，他们在国内独一无二的把这个扯铃的元素呢融入到了我们的创作为主轴的文化里面，而且呢，我们希望借由今天呢在主场地的演出，可以让他们带给所有的朋友们不一样的视觉享受。掌声欢迎赤身表演艺术坊。那方是8点52分。
演一方仙女飘飘的感觉。没错，为什么会看到主持人突然出来呢？没错。因为呢，我们要让他们接着下来在第2首曲目的时候呢，呈现更棒的元素，那就是我们要特别跟大家介绍。刚才有跟所有的朋友们分享呢，其实赤山呢，不管在我们国内还是国际上呢，他们融合了传统的民俗舞蹈，然后再加上他们特别的扯铃技术，融入了舞蹈的元素。所以我们当然也希望在今天晚上，借由他们常常到国外去征战表演的元素，呈现给我们今天所有主场地的朋友们。当然呢，我们现在呢，在他们准备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希望呢，现场所有的朋友们能够觉得表演好的话，开始给他们掌声鼓励，掌声欢迎。